圣经加拉太书4章8到20节，和合本圣经在264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竟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向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那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我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在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以上。现在请本堂许牧师来讲道，题目是陪伴关怀，陪伴关怀。我们同心来祷告。父上帝，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遵行而且行出来。愿主你亲自来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今年的讲道里面，一直用着加拉太书，期待透过加拉太书整卷书的一章一章的这样的顺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上一次加拉太书的第3章里面，我们透过保罗对加拉太人的用心，在那时候，保罗再一次的述说上帝应许及恩典。特别保罗从旧约到新约，通过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基督，使我们了解我们所信的是真的。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使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而得到祝福。在上一章当中提到的律法的目的是要协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罪，以及让我们可以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当中又说明了耶稣基督是实践上帝应许的一个记号。然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第4章，保罗在第4章的前面又再一次的说到，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加清楚我们所领受的应许。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领受应许的人。因此在每一周，我在看周报的第3页，周报的第3页里面有记录着今年度接受成人洗礼、坚信礼的人数的时候，我的心中都是满满的喜乐，因为这不单是上帝亲自呼召他们，使这些弟兄姐妹成为上帝国中的一份子。然而在喜乐的之余，我更加献上感恩，因为这些接受洗礼的人，必定有人向他们传福音；这些接受坚信礼的人，必定有人鼓励他们来到众人的面前告白他们的信仰。所以有人陪伴着他们，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面关心着他们，陪着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使他们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爱与恩典，以及上帝所赏赐的应许。所以在每一次有人洗礼或者是见信礼的时刻，教会都会安排属灵伙伴来陪伴着他们，在未来的一年当中，他们的信仰生活以及他们平常的生活，都有人可以来关心陪伴他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陪伴别人的伙伴，不单单是属灵的伙伴，更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好伙伴。最近比较多跟年轻人在对话，或者是看到一些他们的所写的在网络上的话语，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回不去了。这一句回不去，后来我去了解他们的意思，有可能他们是在表达的过去曾有一段风光的日子，单纯无忧无虑的日子，或者是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可是他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已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一切都过去了，回不去了。听起来好像有点消极、失落、忧愁和感慨。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回去，他是在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可以回头，也不需要回头。经文说，你们从前是奴隶，现在却成了儿女，你们怎么可以走回头路呢？人总是会找理由、找借口，然后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他们在旷野里生活，百姓就抱怨，在旷野的生活比在埃及的生活更加的辛苦。他们离开了那个至少晚上有个床可以睡觉，离开了可以大口吃肉喝汤的这种外在物质的生活享受，他们的心里就开始做比较，他们宁可回到埃及过奴隶的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去了解自己的身份，要他们明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赏赐的宝贝，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其实都是上帝的儿女。过去虽然不认识上帝，但是现在已经认识了，也是上帝所爱的儿女。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开口，或者我们的心里怎么能够接受再一次回去那个奴隶的身份呢？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从过去受捆绑的生活中释放了出来。那么保罗的疑问是，为什么你们还愿意去过那样的一个奴隶呢？保罗在担心的，在过去还不认识上帝、耶稣、圣灵，而且接受成为上帝儿女的那个时候，在那一段期间里面，其实他们的身心灵并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么的自由，他们这个时刻反而是想回到过去那个受捆绑的时光。所以保罗的心里非常的着急，他认为加拉太的信徒已经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他们相信了假教师的言论，忘记自己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忘记他们的生命是自由的，是属上帝的，是属基督的。而且他们在教会当中也是彼此互相扶持。加拉太信徒真的忘记了，他们受到了诱惑，受到了不假的言论，他们真的回到了过去，走回了过去的那条路，从根本否认上帝在基督里给予他们的一切。所以保罗在提醒的，他提醒每一个人，
当耶稣基督的拯救已经真实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之后，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奴隶，而是真正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从上帝那边而来的应许，而且有一个完全的自由。所以每一个领受福音的加拉太人都是完完全全的自由，不该受到传统与律法的辖制，更不应该受到犹太宗教节期的辖制，因为这一切都与得救没有关系。所以保罗担心加拉太信徒将犹太的传统当成得救的必要条件，而忘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会很感慨，很担心的是，他过去在加拉太教会里面所努力的福音的工作全部都成空了。那么我们在此时，我们应该如何去知道，避免像加拉太人一样，我们要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其实就是要让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以及我们生存在这世上的意义。要谨记着自己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透过每一天的读经、祷告、默想上帝的话语，其实这就是要让我们可以真正走在上帝的道路上，而不忘记自己是上帝儿女这个真实的身份。这个身份我们就欣然的接受，而不是去拿取。接受是领取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而拿取却是夺取那不属于自己应得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去接受上帝所赏赐给我们这个身份。然而奴隶他却是需要争取自己的自由。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这样说：过去我受到世上的名声、物质环境的诱惑，所以我会陷入到这个世上的迷恋当中，受到辖制捆绑。我一直想要拿取，反而受到限制，没有真正的自由。但是有人会说，牧师，礼拜天我反而好像没有自由，我都要来到教会来做礼拜。我的同学、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他们都可以去游山玩水，或者跟人家相约逛街，他们好快乐。真的如此吗？其实我们都仔细去看，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属天而来的真正的平安与喜乐，那么我们就要承认我们的身份，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不用四处去寻找所谓属世的平安或属世的喜乐，因为上帝已经主动给我们每个人平安喜乐，这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我们只要相信并且接受，在生命当中我们就会与上帝连结在一起。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他说，你已经认识了神，上帝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以前，还没有接受他以前，上帝就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旁边陪伴着我们。所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必须决定不要再走回去那个不认识上帝、不相信上帝的那个日子。我们要更加的记住的是，上帝已经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在言行上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相符合。我们从保罗写给各个教会的书信当中，看见这些书信的内容，知道保罗一直都在关心着教会中有关神学的问题，有关面对诱惑的问题，有关着传统礼仪的问题，有关着权柄的问题等等这些。然而保罗都是在陪伴着教会与信徒在一起经历人的软弱以及上帝恩典的彰显。
从去年到今年，因着小会将我延任下来，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在牧养关怀的事工上面。所以在这些日子里面，每当有弟兄姐妹蒙主恩召的时刻，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其实我到场后，与文成长老除了协助家属可能在行政上的手续之外，我都要问问自己，我应该说什么话，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真正关怀以及安慰他们呢？直到有一次，有一位家属告诉我，当他的亲人安息的时候，即使他们的心里有准备，但是面对亲人的离去，忧伤难过，其实会让他们不知道我此刻要做什么，不知道如何来面对。所以每当文成长老和我赶到他们身旁的时刻，他说他的心里就安心了许多，因为他知道有人可以陪伴他们，陪在他们身旁，不会让自己单独的去面对。透过这位家属的诉说，我知道上帝在告诉我，在那个时刻的陪伴，是上帝使用我，让家属可以经验到上帝关怀的爱。保罗，他在加拉太停留的时刻，他也经验到加拉太人的照顾、关心与陪伴。在今天的经文第12到第15节，保罗期盼的是加拉太人不单单只是能够认同他使徒的一个身份和立场而已，因为过去保罗是受到犹太人身份的一个限制，但是保罗他领受呼召，他却将自己看作是外邦人一样，他认同外邦人，与他们连结在一起。所以保罗开始的回忆是，他到加拉太教会的那个时候，他知道他的生命的状态，他是在一个生病的状态。但是加拉太人也知道，保罗原本没有要留在那里，是要去到别的地方。他们并没有因此就不照顾他，就嫌弃他，反而是接待他，非常用心的照顾他。所以保罗称赞他们说，要是他们办得到，甚至连眼睛挖出来，他们也愿意。保罗因为生病的关系，被迫改变计划，留在加拉太传扬福音。然而加拉太人也花了一段时间照顾一位病人，他们在这一段期间的经历，是一种心理真正的满足，是愿意不计代价的付出。那个正是保罗与加拉太人彼此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因此在这个时刻，他们是真心相待的，因为有过一段相互扶持的经历，加上保罗传福音给加拉太人，所以保罗或者是加拉太人，他们对彼此都有一种期待，像是我们父母对孩子都有期待，可能期待着他平安长大，期待着他在学校的学习的成绩，期待他的生活的能力，期待他的品格。夫妻之间彼此也有期待，期待他的价值观要跟我一样，期待他的家务事能够一起来做，期待一起来教养子女，期待对方能够了解我的想法，期待我所决定的能够得到支持。然而教会对牧者与教会彼此之间也有期待。在工作上，我们在对于同事，我们也有不同的期待。然而保罗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并没有看轻我，没有厌弃我，反待接待我，如同上帝的使者，如同基督。他们彼此之间因着真诚的相待，所以保罗他告诉他们说，即使我觉得我有使徒的权柄，我也是基督的使者，
但是我仍然是个罪人。而加拉太人接待他像接待基督一样，因着这样的彼此互相的扶持，保罗所受到的接待使他深深的受到感动，加拉太人也因此得到福音的真理，受到祝福。但是保罗他却很忧心的在这一封书信当中，他担心的加拉太人已经偏离了真道，所以保罗真的为福音持守着，不愿意看见已经认识上帝、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受到诱惑、受到不正确的信息，然后就离开了救恩的道路。所以保罗说：“我向你们说实话，反倒成了你们的仇敌了吗？我想告诉你们真理的话，然而你们却不愿意听，只因为说出他们不喜欢听的话，责备他们的话，说他们离弃了恩典的福音，回到过去的生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喜欢听好听的话，不喜欢受到责备。但是上帝的话语，特别是当我们走向犯罪的道路上，陷在罪恶的诱惑里面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拒绝，甚至是敌对上帝的话语。然而，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在你犯罪的时刻，说出你不愿意听到的话。上帝非常爱我们每一个人，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当中的每一个字字句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都会觉得刺耳，被指责。相反的，我们如果遵行，我们就会在生命里面有所成长。这个就是真正的爱，就是上帝永恒不改变的爱。因着过去保罗所经历加拉太人的照顾，看见加拉太人在信仰上的需要，所以保罗看见了彼此的需要。他说，让他们在认识耶稣基督，要让他们再一次的去经历到新的一个生命。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其实加拉太信徒他们仍然不断的在信仰上在追求着，但是保罗说，现在的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接受了另一种福音，而且对保罗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所以保罗知道他们的状况，所以再一次的将耶稣是基督、耶稣复活的这个真理告诉他们。然而却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假装成热心的信徒，其实他们心怀不是好意的。其实保罗说，如果我们是在福音的事工上面热情款待人是很好的，但是要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然而这些假装热心传不同信息的人，加拉太信徒也一样款待他们，不过却将保罗看作敌人。保罗并没有因此就灰心丧志被打倒，因为保罗将加拉太教会视为自己的孩子，他用母亲生产时候的那个痛苦、那个辛苦来形容他在传福音工作那个时候的心态。所以他说，当有人接受福音的时候，那就像母亲怀胎10个月之后把孩子生出来，在那个时刻是一个生命中最大的满足。即使在怀孕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的辛苦，但是在那一个时刻就值得了。所以保罗与加拉太教会的关系，就像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紧密。因此，当保罗听到了加拉太信徒离弃真理的消息的时候，我想他的心里是何等的煎熬，何等的难过，因为他期盼他们能够真心的悔改与转变。而那些传假信息的人，其实他们所求是为了控制加拉太人，要的是自己的权势地位。然而保罗所渴望的是基督能够在加拉太人的里面，而且保罗愿意为他们来牺牲自己，愿意来承受这样的痛，
直到基督在他们里面形成。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教会与弟兄姐妹每一位信徒之间，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我们受到一个商业化的影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会让我们不自觉的用企业或用商业的角度来看待教会。我们会说符不符合效益，有没有生产力，或者是我们来到教会像是购买某样服务或商品，一旦这样的服务结束之后，那么关系就告了一个段落。其实不单单在教会，在医院、在学校也有这样的情况，好像只有富有的人才能够购买拥有好的医疗、好的教育。其实在教会的2000多年历史里面，也不断的在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最后保罗在提醒的，并关心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说这些人背后表面所表达出来的热忱，其实要注意，他们并不是心怀好意的，他们要破坏教会内人与人、人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保罗背负起这样的一个重担，他陪伴着教会的这些信徒，在真理的教导上，他持续不断在关怀他们，不只是在灵性上面，也在身体的软弱、心理的状况。保罗虽然没有一直在每一间教会里面，没有在他们身旁，但是却一直关心着他们。我们从今年年初的周报的消息里面，一直在征求一位关怀干事。所以我们都知道，文成长老即将从关怀干事的位置来退休。在这段期间，有很多人告诉我或跟我说，好像没有人可以接替文成长老关怀的这个位置。但是我在这里却要告诉大家，关怀的工作是你我都要一起来做的，不是单单一个人的事情。教会的牧养小组虽然有区长、有小组长，可以继续的去做关怀陪伴的工作，但是也不是只有他们可以做。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去做关怀与陪伴的工作，我们都能够去关心别人，同时我们也可以让别人来关心我们。然而，如果是这样，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彼此的关怀就会形成一个交织的网络，将每一个人都包挂在这里面，都能够看见上帝的爱。各位弟兄姐妹，保罗愿意为加拉太教会的信仰的缘故，将自己摆上，使他们在真理的教导上不至于失去方向。那么你的信仰状态如何呢？其实牧师要讲的是，你有看见肢体间他们的身心灵的需要吗？我愿我们彼此都能够互相的关怀，互相的分享，互相的扶持，在生命中经历到上帝那永恒不变的爱，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我们所领受的与人来分享，我们才能真正的在天父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我愿意成为那关怀陪伴别人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透过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都有领受从你那里而来的呼召，都有领受从你那里而来的恩典，这是你所应许的。让我们领受呼召，我们就要去陪伴、关怀、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在他们失落、忧伤、恐惧的时刻，我们能够与他们一起将上帝的爱分享给他们，
愿主你亲自看顾，亲自带领，赏赐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有智慧能力来陪伴那些需要的人。此时我们要用主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心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